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清代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木垂玉线，修缘显化在湖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侧在中央。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头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堕金莲去超生。是得新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北至至心常持念，南来拔难古来亲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立马念无声。老木降下通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当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道旗遮日月，头顶灯罗七福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怒清诸恶化强兵。大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侯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乐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亮邪魔化为尘。修持解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，姓氏江美纯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
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致祷，圣慈昭格采纳。世所致致祷，圣向慈慈昭昭格格采纳。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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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后学学习导读完毕，也谢谢美纯讲师替后学附送，晚安。谢谢诗婷讲师帮后感恩啊学担任导读，对不起后学忘记今天后学。感恩啊，不好意思，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。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姜老师晚安，领任晚安，领任晚安，前贤们晚安，团体晚安，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感恩父权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还有林爸爸，晚安，再见了。